后来继续来看台南一间国立大学，有一个男大学生昨确定来挖到新冠病毒。附近有另外一间的大学嘛，真紧张，因为有一个硕士班的女学生进前去参加一场的结婚典礼，甲第47例确诊的这个伴娶有密切的接触。学校为了安全起见，超前来部署，发出着紧急的通知。甲这位硕士女学生修同一门课程的3个老师，甲36个同学，拢爱停课自主管理14天。走看镜头就好。学生入校园拢爱看镜头，面甲温度的记录清清楚楚。即间伫台南的国立大学有女学生接触过新冠病毒确诊的患者，学校真紧张。一个硕士班的女学生3月77伫台南林喜酒，捌甲第47例确诊的病患有接触过。3月78暗仔接到卫生局通知，必须要进行居家隔离。校方虽清查3月79、72天，这个女同学接触过3个老师甲36个同学，需要求自我健康管理。那健康自主管理对学校而言，我们还是采比较高规格的一个方式，就是不入班不入校，所以他们就从这个需要居家隔离的这个同学的这个期间，一直到3月22日为止，就不入班不入校，因为长达可能2个礼拜，所以呢，学校也有相关的调补课、修补课的一个弹性的做法。所有接触过的师生拢总袂使入去学校，新冠病毒疫情入去校园啊！因为3月17，台南另外一间国立的大学，才确诊过有一个男同学怀着，附近这间大学嘛有警报，所以我目前也无确诊的病例。因为学生之间有真侪接触，防疫作为实在袂使大意。